长期担任一小的南势里里长黄进福，因为本身自细汉就非常的爱食地卤卵，所以伫第一摆当选里长以后，看到社区内面的环保路人之工无求回报的咧为大家付出，感到非常的甘心。所以除了提供家己的厝予志工因使用以外，经伫2年外的时间，不断用家己做的永兴里长地卤卵提供予因者。并保持着敢若送外卖初衷，实在非常的大心。其实发现了很多一些团体，尤其像我们咖喱这些，有些默默在付出的一些社福团体，那看到他们这样子，我想说，我的茶叶蛋受到这些志工大哥大姐那些长辈们的肯定，我就想说，那我也亲手来煮这些茶叶蛋，那也分享给我们这些地方上的社福的团体，像我们这边有一个以林之家，那里面有很多的小朋友，我的蛋刚好也蛮受小朋友的喜爱，然后我就亲手也一样就煮了一锅蛋，分食了给我们这些地方的社福单位这样子。里长自家己爱食到开始，慢慢愈来愈会晓做地卤卵。黄里长表示，每一个月提供大约是500粒的地卤卵，累积2档外的时间落来嘛超过1万粒。长时间落来虽然嘛是一笔开销，但是里长表示，一粒地卤卵会当传达的是满满的人情味，同时嘛会当回馈予遮的辛苦的志工，表示一寡小小的心意。只要有能力，里长地卤卵会一直经营落去。台湾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